打工仔每日坐足8個鐘頭，加上坐姿不良，會影響脊椎同埋關節嘅問題，所以一張優質嘅辦公椅呢，對我嚟講都非常重要㗎。人體工學辦公椅最大特色就係可調校，調節座位嘅高度、斜度同埋腰背支撐，椅背可以挺直或者可以往後調校，令到腰背有足夠嘅承托力。正確嘅坐姿，大髀要同地面平衡，膝頭自然彎曲90度，雙腳要踩地係最理想嘅姿勢。椅嘅手臂支撐都好重要，手臂最佳垂直嘅角度係120度，咁樣就可以幫助減輕肩膊同埋頸部嘅壓力，提供舒適嘅工作姿勢。